嗱，各位買咗 YOHO West 嘅業主朋友咧，上一期我哋係了解到呢一套客餐廳超大型嘅組合櫃嘅地台櫃啦，同埋電視機櫃。咁今日就繼續深入探討另外一邊嘅精妙設計。吊櫃同埋我哋嘅高身櫃，仲有我哋嘅獅子櫃整場組合，其中咧超多設計上嘅小細節，尤其值得我哋香港嘅朋友參考同埋借鑑嘅。Hello 老細，我係 Louise。嗱，先講翻個吊櫃部分先。由於地台呢一邊咧主要係用於坐人休閒㗎，所以上方嘅吊櫃咧我哋就採用咗一個開放格同埋玻璃儲物櫃相結合嘅設計啦，可以將相框啦、模型啦同埋收藏品擺喺呢一度，非常之靚㗎。吊櫃下邊咧仲專登留空咗，係配合翻我哋嘅護牆板啦，再放上坐墊或者係小梳化，即係一個愜意休閒嘅小角落。再嚟睇翻下呢一個隔離嘅高身儲物櫃啦。佢入邊咧係內置咗一個旋轉鞋架嘅，呢一個設計真係超級實用啦！佢正反兩面咧都可以擺鞋嘅，就令到儲物量翻倍，大大解決咗鞋多難存放嘅煩惱啦。咁呢度仲精心配備咗一個層板柱啊，你可以根據物品嘅高度啦，上下靈活調節每一寸嘅高度，超級實用。我哋嘅客戶喺做櫃嗰陣時咧都會揀翻層板柱嘅，唔需要好多錢啦，但係咧可以大大提升咗櫃嘅儲物量啦同埋實用性。而獅子櫃嘅設計咧更加特別㗎，佢哋中間咧係一個高約90厘米嘅弧形開放格，呢個小細節可以令到成個視覺效果瞬間提升60%。最後咧，就講翻下呢成套組合櫃嘅設計啦，唔得唔提嘅咧就係呢個配色同埋材質嘅搭配，叫高級啊！真係木紋嘅溫暖質感啦，石紋嘅硬朗大氣啦，玻璃個通透靈動互相穿插同埋搭配，營造出奢華又唔失居家溫馨嘅氛圍。我哋咧仲運用咗非常之多嘅圓角設計嚇，有 R20 圓角啦，有 R50啦、R100等等唔同嘅弧度，佢哋喺唔同嘅位置發揮住各自巧妙嘅作用。嗱，呢一套集多功能於一身嘅地台客餐廳組合櫃，你中唔中意啊？中意嘅話咧，歡迎隨時關注我哋嘅頻道，聯繫我哋了解更加多詳情啦。